今日美国的众议院是表决通过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的弹劾案，这是美国105年来头一届。共和党的人士即马是指控讲，这个部长无做好移民政策，造成边境无安全。不过，这个案还阁经过参议院同意才准算。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214 and the nays are 213. The resolution is adopted. 美国众议院13以1票之差表决通过弹劾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是美国将近150年来头一个被弹劾的部长。根据美国宪法，弹劾是官员犯重罪也是轻罪开除的头一步。这个弹劾案是共和党的强硬派所主导，因指控马约卡斯无好好执行移民政策，和真侪移民按美墨边境走入来，造成安全问题。马约卡斯认为这指控拢无根据。 Democrats and legal experts have said that this is essentially a policy dispute between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and that impeachment is not justified in this type of a situation. 民主党拜登总统就任了想要放任移民政策，却一直无法度有效处理边境非法移民的问题，引起民众不满。嘛，移民政策降入今年美国大选两党竞争的议题。目前众议院是共和党控制，这摆表决推翻顶礼拜同款是1票之差未当通过的弹劾案。 虽然弹劾案通过，不过这个案依然需要参议院至少2/3的议员表决同意，才算过关。 That would mean that all Republican senators, as well as some Democratic senators, would have to vote to convict the secretary. And some Republican senators have been cool to the idea of impeachment. 另外，因为着癌甲膀胱问题，经过大院治疗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第13出院。 美国国防部表示，奥斯汀会伫去年休困一段时间，以远端的方式执行职务。预计这礼拜较晚时会当转来五角大楼工作，讲是十分让人便宜。